坐坐時光機成千一集播出，時間橫跨4年，大家一定有所回憶㗎啦。不過10年後嘅今日，佢哋又去晒邊，做緊咩呢？先講下善意先啦，前年約滿 TVB 走咗嚕，而家喺有線主持節目。婉瓊單止04年呢就同富商結婚，而家仲有拍劇㗎。而曾經同劉愷威虛假情真嘅做 N 鄺民彬啊，06年就同富商結婚，有2個仔添㗎。妹妹當年一出嚟呢，極有話題。49歲嘅馬蹄露呢，今年先拍過《伴我寫真》添啊。立新呢，佢11年娶咗內地富婆，最近仲復出拍劇添喎。至於陳大勝啦，前幾日都見過佢出現啦。冇錯，佢而家開班授徒，教緊太極啊。